朋友们，现在我老五讲啊，今朝呢，到去吃一杯私房菜。那么这家私房菜呢，其实我在手机上刷过好多次了，就一直挺想来吃的。今天正好有时间，所以去打米来口。音乐起。18年的有的，搿是算在今年44年的，啥都没结棍的。124每天送到上海哦，红豆侪是人的，哪位个？现在是11点43啊，然后他这边位置已经满了，我需要排队等一会儿。不过他说可以先点菜，然后这边属于一个是明档式的点菜，所以你都可以看到。这个套肠我看到很多人点啊，我一会儿点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烧麦我也刷到过，点一份。这个神仙鸡也来一个，看着不错。现在几个菜了？神仙鸡、拉丝番茄炒蛋、油面筋塞肉、套肠、烧麦，4个菜1个点心。够了。现在12点10分啊，我现在坐到位子上了，还行吧，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翻台还算比较快的。这里边是不早一个替特你的。先来一个套肠啊，就是我看蛮多人都推荐这个套肠。它这个套肠就外边这个大肠它是比较 Q 弹一点，比较有嚼劲，然后里面的小肠呢，它会比较绵密一点的口感。这个套肠来的话，你们可以点，就是我觉得口感层次蛮丰富的，而且再加上它的汁水很香。再来尝一下这个神仙鸡啊，你看它是会和猪蹄放在一起煮的，所以它整个的汤汁是比较浓厚醇厚一点。然后它吃下去的话，整个胶质感是比较重一点，而它这个里面我感觉应该是有放黄酒，如果没有感觉错的话，有一股酒香味的。好吃。接下来是这个鲜肉烧麦啊，你看它这个皮啊，非常的饱，晶莹剔透的。这个烧麦它其实吃起来里面的肉的切块，它是比较有颗粒感，有爆汁的感觉。我今天还点了一个拉丝的番茄炒蛋，它这个番茄炒蛋是拉丝的，它非常的醇厚。那个最高菜的还吃。今天我点一个鱼面筋生料，还有一个是比较胶囊的菜。这个油面筋塞肉它口感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的油面筋里面还包了一层豆皮，口感蛮特别，蛮好吃的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吃完了，我总体吃下来感觉确实不错，它能够开44年也确实有它的道理。反正我吃下来像，我其实今天点的5个菜，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蛮推荐你们的。反正也不枉我今天跑吴江一趟，确实 OK 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